Hello，大家好，耀文裝修，而家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單位就係駿洋邨2至3人單位間2間房嘅設計。好，首先窗邊嘅位置用玻璃趟門去到間咗一間房。好，房裏邊做咗一張3尺嘅地台床，床頭位置做咗一個可以擺摺裝衫嘅到頂櫃，旁邊做返一個2尺闊嘅到頂衣櫃。好啦，呢一個單位呢，就係用中間嚟到做廳嘅。咁喺梳化嘅旁邊啦，就係用一個 C 字櫃去到間咗一個喺大門左手邊嘅房。然後我企喺呢度個位置就係梳化，對住就係一個電視機櫃啦。好，大門旁邊呢個位置間房裏邊做咗一張3尺半嘅上床、下書台、連衣櫃。咁旁邊有剩嘅位置都做埋一個儲物櫃到頂。咁就呢度做上落樓梯啦。好，跟住然之後廚房。廚房窗邊位置煮食爐，上面抽油煙機，咁就煮食爐下邊呢，就係洗衣機啦。咁樣做呢，咁可以做到一個四四正正嘅星盤。好，2至3人單位，大門對住呢一個位置。雪櫃就擺開邊，上面做返個吊櫃。洗手間對出，天花頂做返個吊櫃。好啦，而個鞋櫃呢，就係幫個客人做咗個拉籃嘅，足夠放鞋之餘，有剩嘅位置仲可以放雜物。咁可以用盡到而家呢一個深度啦。洗手間上下鏡櫃，好，呢一個單位油漆橙底批灰。地下就係鋪呢一個200/1000長條木紋磚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係咁多，多謝大家收聽收睇。嚟緊會陸續都有其他單位起貨同大家分享。多謝大家收聽收睇，Thank you，拜拜。